近年進入曼聯一線隊最成功嘅青訓球員，新一代天才即刻誕生。拉舒福特根正苗紅嘅曼聯青訓旗幟，代表曼聯出戰426場，138球，79助攻。雖然狀態曾經有過起伏，但近年嚟一直係曼聯嘅進攻核心之一。本賽季外租去到巴塞隆拿。麥托米尼以其不懈嘅跑動、後插上進攻同強大嘅精神屬性著稱，代表曼聯出戰255場，29球，8助攻。雖然喺中場嘅位置競爭並非絕對主力，但佢屢次喺關鍵嘅時刻入球，係球隊寶貴嘅超級替補。上賽季轉會去到拿波里。格連活特天賦極高嘅前鋒，佢被認為係曼聯青訓近年嚟最耀眼嘅產品，代表曼聯出戰129場，35球，12助攻。但由於場外事件，佢由2022年1月起被停賽，最終同曼聯達成協議離隊，目前效力於馬賽。加拿祖近年嚟最成功嘅青訓提拔案例之一，代表曼聯出戰144場，26球，22助攻。呢一位阿根廷邊鋒喺滕哈格手下獲得咗大量機會，以其驚人嘅速度、突破能力，迅速成為球迷新寵。本賽季轉會至車路士。高比邁奴23-24賽季最大嘅驚喜，代表曼聯出戰78場，7球3助攻。佢以年齡不符嘅成熟、冷靜嘅持球、出色嘅擺脫同傳球視野而著名，被廣泛認為係英格蘭未來中場核心有力嘅競爭者。但今賽季徹底失去主力位置，正處於離隊邊緣。謝伊萊西年僅18歲嘅曼聯天才邊鋒，受到咗紅魔主帥魯賓亞摩連嘅青睞，被提拔至一線隊參與訓練。本賽季萊西代表曼聯 U21 出場4次，打入2球。萊西亦都事隔2年再次入選英格蘭 U20 國青隊。